標題：非類血蛇契約的雙生詛咒。減號。第一章：影印與薔薇。非類的匕首刺入最後一名守衛喉嚨時，血珠原印尖形成蛇形。這是他與微納交易後獲得的血蛇印記。每殺一人，蛇紋便往心臟攀爬一寸，直至吞沒瞳孔。你的靈魂比我想象中美味。腦中響起微納的訕笑。非類抹去臉頰血跡，望向煉金城堡廢墟中央的巨型保險櫃。那是魔道士要求的目標，初代墮落者艾蜜莉封存的記憶水晶。他撫摸左臂的疤痕，那是3年前艾蜜莉叛逃時留給他的畢業禮。奎倫總說他們相似，但非類知道艾蜜莉的刀刃從不顫抖，而自己的血蛇總在午夜啃噬骨髓。減號。第二章：深淵的鏡像。記憶水晶在非類掌心蘇醒，投射出艾蜜莉的幻影，不是叛徒，而是蜷縮在地牢的少女。畫面中，奎倫將匕首遞給年幼的艾蜜莉，殺了她，你就能見到妹妹。非類的瞳孔驟縮，那地牢的磚紋與他受訓的修羅場密室完全相同。驚訝嗎？微納的投影從血蛇印記滲出。奎倫從不告訴你，艾蜜莉的叛徒只是劇本。他真正的任務是潛入光明聖殿，而你是備用品。血蛇突然暴走，纏住非類的咽喉。他發動技能刺骨斬斷幻象，卻切開了更深的真相。艾蜜莉的妹妹正是他上周綁架的議員之女伊夏。減號。第三章：弒神者的搖籃。非類闖入奎倫的密室時，他正在擦拭艾蜜莉的舊匕首。你騙我！他甩出記憶水晶，血蛇印記已蔓延至頸側。伊夏的夢根本不是寵物，而是艾蜜莉從聖殿偷來的靈魂容器。奎倫的笑聲混着機械耳眼運轉的雜音。你終於發現了，艾蜜莉的任務是讓伊夏成為墮落者與聖殿的橋梁，而你的價值。他按下桌底按鈕，密室浮現數百具冰凍倉，每具都躺着與非類面容相同的複製體，是作為微納降臨的完美容器。血蛇印記在此刻完成契約。非類的奪命技能不受控地發動。斬碎冰凍倉的瞬間，微納的意識接管了他的軀體。這具身體比艾蜜莉更適合我。非類舔舐刀刃，瞳孔化作蛇瞳。減號。第四章：血吻的悖論。伊夏的魔法結界籠罩戰場時，非類正屠殺第3批獵魔者。夢的粉紅能量穿透血蛇印記，喚醒他殘存的意識。姐姐，伊夏的呼喊撕開微納的精神牢籠。非類看見艾蜜莉的記憶湧入，當年他將妹妹的靈魂封入夢，以逃離奎倫的控制。非類，血蛇吸食的不是生命，是後悔。艾蜜莉的幻影握住他的手，引導潛魂技能反向刺入心臟。微納的尖叫中，非類的匕首射出雙重光芒，血蛇的暗紅與夢的粉紫交纏，形成新的被動技能雙生血吻。每層印記同時造成傷害與治療，代價是共享伊夏的生命連結。減號。終章：叛刃的資格。光明聖殿的審判庭上，非類迎下奎倫的機械義眼。我不是艾蜜莉，也不是微納。他扯斷頸間的血蛇項鏈，蛇紋竟褪成薔薇紋路。從今以後，我的刀刃只為斬斷備用品的命運而揮。盧密亞的光明聖焰襲來時，非類發動刺骨穿越火焰，
匕首抵住對方咽喉，告訴哥德爾，塔拉的墮落之戰，我會送他一份大禮，用他夢寐以求的聖殿陰謀錄交換。戰場外，伊夏的夢夢吐出艾蜜莉的靈魂碎片。飛雷將碎片嵌入匕首，低語隨風消散。這叛徒的資格，我收下了。